用时辰看诊，即马相关的规范上紧伫后礼拜就会来公告，预计伫明年4月就会当实施。也毋过一寡基层的医师咧，煞来烦恼大病院设备有较好，所以可能会来烧抢病人，违反着分级医疗的精神。即马卫福部长的即个试水员就来强调讲，慢性病若准用时辰来看诊，必须爱伫有即项健保计划的诊所，若无就爱自费。为要互偏乡离岛地区民众更较方便去看医生，卫福部按算11月中公告通讯诊疗治疗办法，适用对象包含安宁末期的病人、矫正机关的受用人、行动无方便人、长照甲慢性病人等，未能因透过时辰看医生，至少有700万人受益。不过，基层诊所医师认为，时辰诊疗应该是特殊情形，不应该是常态。医师也是亲身看病人，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。视讯看诊有很多病历记载及资料保全的问题存在，因此视讯检查不能当作一种例行公事，否则很容易造成误诊。另外，基层医师也烦恼大型病院可能用高端的设备抢病人，民众也可能大病或者是小病，拢去大病院来实行，违反分级医疗精神。卫福部长试水员强调，通讯诊疗必须是原本健保计划之下的诊所，那病人依然选择大病院，都要自费。比方说你是行动不便啦等等这样子哈，那是在这一个健保的相关的计划里面的话。那是由健保会支付给这些医疗院所。试水员强调，健保署协助基层诊所进行设备升级，将诊所医疗资讯系统分段化。另外，未来药品物流配送也已经在讨论，因为牵涉人力，药师要如何配送，需要实际操作才会知影。希望明年4月就应开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